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我嘅頻道。今次我哋一齊由 Newcastle 去 Edinburgh 嘅2日1夜嘅小旅行。雖然呢次主要係有啲私人事要處理，但我哋都會順便去探索一下呢個古老又迷人嘅城市，試下啲好味嘅食物，同埋分享下我哋嘅所見所感。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我哋一齊出發啦！而家我哋就喺 Newcastle 火車站嘅月台等緊火車，提一提大家，記得要早少少去到火車站，預多啲時間，因為當個火車站係好大嘅時候，你都仲要揾邊一個月台，咁早少少去到都可以買杯咖啡上車飲。我哋之前已經喺網上面訂好車飛，座位係安排喺車廂嘅 C 車卡。我哋今次搭呢一個火車係叫做 TransPennine Express， 俾大家睇下個月台同火車中間嘅空隙，其實都幾大，大家要小心。我哋 book 嘅座位係有台嘅，而對面都仲有2個位，咁所以嗰張台係同人哋 share 嘅，有張台嘅感覺冇咁逼，同埋可以擠低手提 laptop、tablet 或者咖啡。座位上面有一個架，可以俾你擺背囊、擺外套，坐嘅時候就舒服啲，輕鬆少少。買車飛方面，如果你係2個人一齊搭，最好就買一張叫做 Two Together 嘅卡，咁樣每次2個人一齊搭，你就會有折扣。如果你成日搭嘅話，就會慳翻好多錢。LNER 都有其他選擇，好似家庭卡咁樣，你可以上去 LNER 嘅網頁睇下有啲乜嘢其他嘅選擇，可以幫你慳錢。我哋就買咗一張來回車票，再將呢個 Two Together 嘅卡加上去，去到俾錢嘅時候就會自動扣減折扣，咁樣就會平啲。如果你係一個比較潔癖嘅人，我會建議你坐低之前最好用啲濕紙巾或者消毒紙巾去抹一抹你嘅座位、台面，因為都幾經常見到呢一個畫面。我哋終於到咗 Edinburgh Waverley 火車站啦。其實如果你搭火車嚟 Edinburgh， 大部分情況都會係喺 Waverley 呢一個車站落車，因為呢個係市中心最大、最主要嘅火車站。Edinburgh 其實仲有其他火車站，例如 Haymarket Station， 通常就比較多係本地線或者去西面方向嘅車會停。但如果你係由英國其他城市過嚟，多數都係會到 Waverley。由 Newcastle 搭火車過嚟，大概用咗1個半鐘左右。其實時間過得好快，一路坐下睇下風景，好快就到。呢個 Waverley Station 其實都幾大，而且位置就正正喺 Edinburgh 市中心。車站入邊都有唔少商鋪，好似咖啡店、便利店、麵包店，同埋有啲地方可以買小食或者手信。所以如果等車或者啱啱到埗，都可以喺度行一行。車站入邊仲有一個 Family Lounge， 主要係俾帶住小朋友嘅家庭休息嘅地方，可以坐低休息一下。小朋友亦都有多啲空間，如果你帶住小朋友搭長途車，其實都幾方便。呢個車站上面其實連接住一個叫 Waverley Market 嘅商場，呢個商場入邊都有唔少商店，例如服裝店、禮品店、美容產品等等。當然亦都有嘢食嘅地方，例如咖啡店、小食店同埋餐廳。如果想食個輕便午餐或者飲杯咖啡休息一下，都可以上去行一行。喺 Waverley Market 入邊可以寄存行李嘅。如果你啱啱到 Edinburgh 但未到酒店 check in 時間，或者唔想一路拖住個行李周圍行，其實都可以喺度寄存。通常佢哋係按件行李收費，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電子支付去付款，過程都幾簡單。寄存好之後就可以輕鬆去附近行下，例如去 Royal Mile 或者舊城區行下先，之後再返嚟攞行李都好方便。今次條片就分享住咁多先。如果大家之後嚟 Edinburgh 都可以參考下點樣搭車，同埋車站入邊有啲咩設施。下一條片我會同大家分享我哋今次住嘅酒店。老實講，其實我哋原本冇太大期望，但去到之後真係幾驚喜，房間又大又舒服。
如果你想睇下 Edinburgh 酒店值唔值得住，記得訂閱同埋留意下一條片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條片再見。